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金，北洋军事学校福起来咧，人家办理嘅河西生产线哈，带着所有乡亲朋友，听下来认识到那个东桂河西，还个了解到菜体嘅特产哦，讲到了澎湃哦，你可能媒体啊讲大家对那个苗栗嘅关心太细，体质是系客家，好，再过来咧是苗栗啦，有内道嘅观光景点好了，不过啊，你按究来哦，有东多嘅那个，你讲报道也系比例来讲。即讲关心嘅事情啊，係同土地、農業也係一道相關人物有關。無聽出係一講做下係一個按正面嘅信息，唔過呢咪創造出啊，也多年嘅苗栗意向，即係講大家對苗栗嘅一個想法。一當中啊，係包含後生人對呢個社會嘅關心，也係講按最近訪問到嘅啊，其實將到故鄉當中嘅農民都當鄉民咧，嗬，會按呢度感受到一種講新嘅力量、新嘅能量，見到來嘅苗栗呢個色彩，因見比啊。每位大家來搶到兩三講什麼喲吼，不過記得看起來真是無搶一個港中人，不過唔係港中人來到亞洲嘛呢？先來搶記得兩三人老鄉親朋友上家門咯，先來分享嘅係大家依林吼。你好，我是來自苗栗造橋。大家好，來自苗栗造橋。9Q10哦，也嘅依林哦，他平時還是有講客話哦。係啊。好，鼓手咧，爸爸老媽媽就會行嘅。是爸爸是造橋，媽媽是北埔。對，然後比較少講客家話。較少講啦，唔過一下上來已經轉到入苗栗咧哦，應該慢慢嘅入客話吼，做得講到客度嘅，還有機會嘅啊。是。好，嗱，也係人哋依年吼，家下聽我們老太家來分享到啊，吼，一下啲做乜嘅事情，嗰生下來，人來手機順風嘅，看有以後上嘅吼，也係傑敏吼，小敏吼。大家好，我係小敏，我係晨是心，嘅也係早安健你，我不是客家人。哦，你看那邊人，這個你是哪邊的人？我是金瓜石人。哇，真是吼，應該按後生哦，係金瓜石也邊嘅人，不過呢，馬家年紀哦，一下幾聰明啦哦。做起苗栗嘅時間咩動多咧，應該下條將繼續來老大家來了解啦吼，一行係上學生來搶依年吼，來同大家來講下吼。所以而家本身吼，爸爸媽媽就係應講行人啦吼，就對苗栗老新竹各啲嘅所在咩吼。而家都係笨蛋，都係做人農業嘅事情係嘛？不是，因為也可能做冇搶劇腳頭嘅人。係啊，因為就是有朋友會說我就是做這件事情很違和。就是完全就是覺得不像對，可是其實我在更早之前，我也是做企劃相關的工作，然後在之前還是就是在飯店做人資管、人力資源管理，對，然後之後又到雜誌社工作，所以其實一直都在外地，都全部你講嘅吼，出外總去打兵咧哈，對，然後後來就是因為覺得自己對苗栗這一塊，尤其是客家人這一塊，就是總是會有那種使命感，然後一直有吃到對自家嘅故鄉啊，有一份也跟你講嘅基因啦，對，就是那種責任，然後就會覺得說，一直很想回來，可是一直找不到機會，可是我覺得你講到嘅機會啦，都當上愛轉到故鄉苗栗來做第嘅事情，唔講你講嘅機會，唔係講。想愛轉來就做得轉來。不是哦，不是，就是可能你工作還在做，你可能沒辦法，就是想回來就回來。所以講唔講啊？吼，老你識條路來講吼，咪係讓我一份基因嘛吼。係啊。你做唔得講啊？以後冇愛做，我都頭路都先不用睇嘅。啊，而且還有就是你之前還是可能有一個很穩定的薪水，然後你要把這個薪水放棄掉，然後回來務農，這個很不確定的一份錢，這樣子，真是對，要有勇氣。大家都講啊，港中人哦，一定辛苦咧吼，故所不用太笨蛋，按古天嘅一隻事業哦，轉到呢個故鄉哦，講到去做安樣嘅港中嘅事哦，所以知道講，當到後生人，講可能落畢業就會知道講冇前途。對，然後他們會覺得說，你一個女生回來做這個啊，你可以做多久？對，看得養哦，對啊，然後太陽這樣曬一曬，你會不會就是只是玩一玩就走了？夢告天天，對，就是大家會講說你只是回來玩一玩這樣子，對啊，所以你
所以看我晒这样子，晒的也哈就会晒到有哎呦乌金的感觉哎，所以他们就觉得哎，我真的做得下去哎，这样做一久哎。其实我断断续续，前2年我做了4年，可是前2年我都是利用周休2日回来，就是我上班周休2日回来才会回到乡下去，然后后2年我就开始就是真的把工作辞掉。然后就是跟着爸爸一起做这样子。给哈你讲到爱机会嘛，好当做的转来哦，讲到去家嘅故乡，讲做对呀故乡嘅一份基因啦吼，也哈转来咧吼，给哈你爱转来嘅时间啊，都当上爱来问咧哦，好像去家乡爱转来嘅係一回事啦吼，你係講轉來嘅時間，我下人啊有贊成冇贊成，也沒當重要呢？不贊成。哦，記得唔贊成哦，因為他覺得記得客人，他不贊成，因為他覺得你那工作很好，因為就像人家會講說啊，我的女兒在台積電上班，或者是在哪裡上班，那是一個吃到東有，對啊，那就人家講說你女兒在做什麼，條路東好，對啊，然後現在是做農夫哎，那種感覺，可是父母親還是很驕傲啦，因為跟覺得自己的女兒可以做這個東西，安樣型哦，也就係你去家嘅下後都人講都冇背哦，嚟做些高香話，誒乜緊嘢想講一轉到也嘅阿布卡咧嗬，頭先有提到咧嗬，誒一開始嘅下頭下買嘅下呢，係人講禮拜2日張轉來，誒也後擺嘅2年咧哦，就係頭路做先辭退咧哦，就係專心歸心來做咧哦。既然係安樣講到也有一隻通靈嘅嗬，慢慢嘅你就係唔係像你講用想嘅聽，係真實實際嗬去做嘅哦，也真係本人懂感通啊。唔過講真實都也係可能用安好上，我咁真係要做農啊，係當義父啦嗬。哦，也係可能哦，來問下小敏哈，小敏那藝霖跟你哦，你們是怎麼認識的？你現在其實應該是看起來很年輕哎。對。你現在還在讀書還是？對，我現在大4，然後我是讀地球環境跟生物資源相關的學系。所以其實，那你這個學系跟現在這個農業好像沒有很大的關聯性。我就覺得我現在其實可以，就是不用讀了。你現在是大4。太后新眼神哎，要畢業了，所以就覺得沒關係，我就可以投入，對，然後就是課業上也還 OK， 對。那我其實是一開始來到苗栗是因為就去年大埔事件抗爭的時候，就是其實我在台北一直就是有收到這樣的訊息，然後很多網絡上會有人是就是支持大埔的，有些人是反對大埔的，但是所以有支持，有反對。那你身為一個學生，你可能很好奇，對，你想要知道事實的狀況是什麼？一直是因為我會比較感覺到的是，這是我家，你憑什麼？你為什麼可以因為一個案子就把它拆掉？所以我會比較偏向就是大埔這邊，大埔4戶這邊。那可是我有同學，他們就不是，他們就覺得說啊，那些抗爭的學生都是就是閒沒事做啊，然後被煽動的啊，那些抗爭戶他們是為了要拿更多的錢，所以才來抗爭，所以然後我就接收到這樣的訊息，我就會好想去現場看看到底是怎麼樣，那我就下來苗栗這裡，然後後來就陸陸續續就是體認到他們是真的是對這塊土地有感情，那他們想要就是他們只是要他們的家而已，對，就是很單純的一個訴求。對，那我就開始參與他們一些抗爭的活動啊，然後協助他們後續的生活這樣子。那所以那時候就我們有一群年輕人就成立了捍衛苗栗青年聯盟。哦，好上年嘅一張聯盟，嘅下係。你先講一下係你小敏先講一下。他。哦，小敏先講一下。對，他先在裡面的。給他成立的時候啊，是有多少人？那時候成員，還有我們的成員大概分布的區域，可能是北中南啊，或者是都是在地的人。大概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對，有一半是在地人。然後有一些就是來自台灣各地，有台北的，那台南的也有，還有對，台中有一個是花蓮人，真的很特別。還有對花蓮過來耶，哇，真神呢！佢係
对花莲过来都也生发的一样诶。他是就是在台中读书，比较就是来苗栗，可是他是本身是花莲人这样。本身花莲人都台中读书，来到苗栗呀，苗栗一片都讲，最讲发挥自家嘅可能作为也理想来讲啦，最認真落去做就錯咧。所以講，而到大家就想講理念相同，理念相同，大家就有一個目標來去做，我相信而到嘅理念來講應該想起來啦，就係有動到嘅事情可以做，唔過一下像係成立天天，唔過我上來問下意念咯。所以 Andy 特別都講，比如講像頭先提到嘅太普，太普事件 ，Andy 主動到嘅朋友講，大家嘅用嘅名嘅啊，可能就會講係一個運動嘅名嘅，或者成立過去做用一種嘅名。唔過而到就係保護一個苗栗嘅青年聯盟咯，做乜嘅嘅下會想愛用嘅一張名？為什麼會用捍衛苗栗青年聯盟這個名字？錯啊，唔係用其他，比如講而到都較出名嘅一個社會運動也得。其實就我的感覺啊，我的認知上面，我是覺得說，苗栗是需要，就是一直都是給外地人一個非常保守，那是一個山城嘛，就是山上，韓國也大為來講啊，大家就思想啊各方面啊，所以希望講，Andy 留自家嘅可能有嘅保護好嘅就好了。然後可能我們客家人又特別的，就是內斂，好聽的內斂，對，然後比較內斂，然後很多事情就是可能在發生的時候會自己忍住，會忍耐，會忍耐，然後客家人那個忍耐的個性又非常的堅毅，然後非常的怎麼講，就是那個深度，你好像有點可能原來得到懂得的事情。對啊，所以有時候發生什麼事情，你反而就你也不會講，然後真的你需要去保護這樣的一個事情，然後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搞不好我們都還是覺得說，好吧，我們就逆來順受吧。可是我覺得現在不是這樣子，現在很多事情是當你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站出來，尤其是我們年輕人，就是我們甚至說像我們這一輩的，很多時候是必須要跳出來保護我們的長輩，因為長久以來都是我們的長輩在保護我們。對，那現在應該是要換我們來保護他們了。對，這是所以我們就覺得說捍衛苗栗變成是我們的責任。然後很多時候，我甚至進來這個聯盟之後，我才發現說，外地人好多哦，點都係頭先提到嘅哦，一般對，然後我就覺得哇，超感動。那我們苗栗人呢？去家就會，客家都會起出來的。對，所以我才覺得說，我就透過參與一次市集的機會，就是我以小農的身份。所以你去家本身就係也耕種嘅，對，所以就種出也有農產品嘅哦。過後呢就都也會來認識記得，對，就慢慢的咯，大家會到理想啊，愛來打拼嚟哦。記得人都日出嘅時節，有小姐講到南中哦，兩片耕種嘅後生人，啲好似朋友還記得嘛？嗬，人哋每來小姐呢係即係都一個草橋也會啊，嗬，來為自家嘅理想來打拼嘅後生什麼嘢哦，所以呢，嗬，記得還有呢條精彩嘅呢條故事，我來留你分享，人家下聽陣個繼續來大家嚟講到，先來去看下聊下來。嚟，鄉親朋友，歇困過後啊，轉到福起來咧節目嘅現場咯。今邊係恁嘅拜年好是生產線吼，來同大家小解嘅是係啲後生嘅角色我會記得我來做耕種人，所以就很用選用啦吼。係講到了以後，可能鄉親朋友講到就會想講，你記得哦，安樣做啊，咩做要2-3年哦，韓國都像安樣嘅勢頭做得，所以來做得關冇啦吼，要關係做得同關係咧，係冇也很用嘅，係講閒係吃到當辛苦，我想102自家本身啦，吼，都腦背做些時間，你做嘅條路哦，上班下本人知道講，將來俾朋友會一度接觸到嘅人，應該都冇窮樣，嘅下熟識嘅朋友成發現，可能就係老人工作有關係，也講老人讀書嘅時間有關係。唔過一下轉到苗栗嚟哦，轉到苗栗我相信。變化一定大，可能一下宿舍全部係一個農民，也係講遇到一團體地擺度嘅人，有時間對啲兩種嘅過程哦，幾下形容嘅
最用去适应的喏。一开始会很不适应，很不适应，对，因为以前下班就是跟朋友去聚餐啊，然后大家就是看穿衣服啊，然后看电影啊，看天阳嘛，对。可是现在回到田里面乡下之后，你就是早上你可能6点就被老爸叫起来了，6點算唔會做嚟咧。可是以前我們是8點半起床啊，一開始都很不習慣，因為想說8點起床啊，現在一開始6點就被叫起來，然後爸爸還比較好哦，之前運動好哈，冇按照係。他前是4點半他就出門了，7點半，我記得當初咩3點人4點嘅下晝愛，喺講你就轉去種下，其實路邊嘅就動作就紅起來咧，哈，都天空。剛回來的時候他就6點把我叫起來，然後我就摸到可能6點半7點才出門，這樣一開始就很不習慣，然後會給他會講喊按住咧，喊唔紅起來嘛，係啊，然後。之後回到鄉下之後，認識的都是附近的阿公阿婆，然後阿爸妹啊，阿公阿婆然後阿爸妹是完全不一樣的年紀，然後他會說：“哎呦，很上班哦。”然後按後生會想會真係會回來港中咯，對，做田色，然後他們也會教你。鼓手呀，一開始啊，轉到給他一開始要調整啊，可能要一步嘅時間。米下呢，你都會開始做咧咩？伊下頭先講到要2年嘅時間咧，喺2年當中啊，做係你自己本身學習嘅對象，因為頭先講到本身就唔係學業嘅農業方面咧，還個做嘅條路咩唔係農業方面嘅鼓手，老馬啥學咧？我跟我爸爸。跟着他一起學，然後其實他教我很多就是跟大自然相處的那個道理。然後因為我一開始我可能就是以休閒，因為我之前大學念的是休閒事業管理，那我就會想說，我這個農場我應該要怎麼規劃路線啊？就是會用那種在公司上班的那種方式，路線要怎麼規劃，然後菜要種哪裡，然後什麼要種哪裡，什麼要種哪裡，他會跟你講說。天生天養那種道理，天生天養，然後講路邊從頭講，對，然後會跟你講說，你不用特別的去告訴他要長在哪裡，可能你今天你故意叫他，就是刻意叫他種在這裡的時候，他還故意不長給你吃，長不出來哦。對啊，然後種不起來啦。對，他會跟你講說，你什麼樣的菜要適合種在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土壤，甚至說那個土的濕度，然後他會告訴你說，你這個要怎麼種，然後不是說你就是。摸一摸，它就會長大。沒按用力，不是，我用心嘞。對，我去感受。好，嗰時候幾下啦，可能按到嘅朋友啊，就轉到講你像你自己本身嘅啲嘢，轉到沒有啲幾下，我相信哦，都像唔講誒，你要知道我學到按到嘅東西，我想我運用到農業方面。幾下哦，你老爸爸嘅意見會冇強用，會有摩擦。你會懂堅持自己嘅想法。客家人嘛，安講是不是？所以他看到一張相片就係你啦。我爸爸對啊，爸爸他就是他會很堅持他自己的想法，他會覺得我種那麼久了，然後你才剛回來，你懂什麼？你要搞愛係嗎？對啊，那像我們種稻米好了，像我今年種台梗9號，之前他都是種台梗14號。你用咩種嘅冇強用咧？因為想要試試看別的品種，因為我們之前都是賣給農會嘛，那也知道說之前食安的問題，有很多進口的米混在我們台灣米之間，那很多台梗9號都是假的，就是市面上有很多這種謠言傳聞這樣子。那我就想說今年來試試看種台梗9號，然後那當然跟爸爸之前種的方式就不一樣，爸爸就會跟你講說，你那個水要放滿啊，然後什麼什麼要怎麼弄啊？那可是我就想說，因為我們有福壽螺的問題，也有雜草的問題，對，完全不一樣，對。然後又跟着一些朋友去學了一些不一樣的自然農法的做法，這樣子。然後我今年就是跟爸爸會討論，那他會覺得說，哎呦，這麼容易就好了，他就會覺得說。哪有這麼簡單？有按簡單哦，給做大家就曉做嘞。係啊，然後當然也是經過一次討論，又一次的討論，然後他又跟你講說，好啦，給你去吃看啦嘞，係啦，給你做做看啦，我不管你了啦，這樣子。當然那個口氣還是也是一半放心，一半不放心。一半又會受理，所以講哦，一下哦，不用去自己做，做唔起來用嘅噻。對，然後我就想說，好，那。我自己也會擔心啊，所以有時候他回去看的時候，他就會跟我講說，
那个水该放喽，然后肥料怎么弄？因为我这次也是用蚯蚓肥，对，就是用不一样的东西，对，跟他以前用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可以慢慢改变一些老农夫的一些想法，然后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子。古时候咧，吼，即係企業本身當然也個耕種嘅方式係愛留一個採地嘅農民種比來學，吼。不過呢，都一個學嘅過程當中啊，依然其實佢咩上到咧，吼，我留一個較新嘅方法，較安全嘅方法，帶到你嘅種頭度，吼。唔好講搶用頭擺嘅一個人講嘅較傳統嘅方法，也講先農藥嘅一條方式。天一對環境唔好，天一對身體啊，食落去吼對身體來講，真係就係負擔吼。嘅下二道啊，就按用到交通嘅過程當中吼，可能啊吼，上班下尾知道用愛按辛苦嘛。對啊，是真的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有的時候。我覺得最累的就是身體那裡會腰會酸啊，腰骨對啊，然後可是習慣了就真的還好嘞，現在都有肌肉了。很好。然後我覺得應該說力量也變得比較大，然後很多時候你甚至在想法上面也變得比較堅強了很多。真是咯，老太子也好習慣過對一個種下嘅成敗咧吼，可能面對你嘅一條相關嘅案例來講，吼，頭個可能對一個抗壓性冇按太冇按過，一下呢現在有進步咧，進步好多哦，而且你那種面對大自然那種不定期會給你的考驗，跟那種你在上班的時候你可能遇到的人際關係，那個差別很大。對啊，你在田裡面，你可能遇到的是昆蟲啊，遇到的是鳥類啊，然後甚至說太陽跟雨水這樣子，那你要花的是力氣，然後你面對的是大自然，然後你知道你面對這樣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時候，你反而能夠去接受，係做去接受佢啦，就唔會吃到講緊用按認真咧，吼，還係唔成功，還係失敗，還係要遇到按到嘅困難，吼，有時間就會接受佢，再過來想辦法，再過來看按樣嚟去做啦，吼，好，應講依年老太家來講到嘅，就係其實家一下對一個農業嘅做到一下嘅一隻經驗嘅分享，係像得3年佢都對啊，係講愛做耕種人來講，佢都行嘅路天從冇乜強樣，遇到嘅事情咩冇強樣，吼。也一年嘅經驗來老太家做一個分享過，像那種小米哈，你自己本身現在還是大學4年級的學生，那學的也不一樣，但是我想你接觸這個農業的這一塊來講，也有一段時間了，那是不是跟我們大家講一下，分享一下你現在對農業的看法，還有你的想法？好，我其實就是因為大埔之間來到苗栗，然後就跟着就認識了一些自救會的成員，嘿，然後有一個是旗鼎自救會，他們是家黨，對，然後他們有種草莓、番茄，都是有機的。然後那時候，那個自救會的會長，他是一個人，他也是，就是從調查員，然後跳入農民，對，調查員，真係做農民就從嘞，對，然後。就是他一個人，然後很辛苦，所以我就偶爾就會去幫他整地啊，然後到種草莓、種番茄，然後到照顧枝葉這樣，然後是後來採收我都有協助。對，其實是因為就是我小時候，你家裡也是沒有有種東西還是沒有？因為金瓜石那邊是山坡地，對，所以那邊其實比較沒有空間可以種植。對，頂多是家裡小菜園這樣子，是，對，然後所以我就對於農園的生活有一種向往，對，所以有這個機會，我就那陣子就是幾乎都很想天天去。哦，故作也下出題冇上課誒，你講上課誒，你哋留到台北以外，其他時間全部都沒有你哋啊，好真實嘅，冇想到阿英講一個人講想講耕種嘅成敗啦，吼，要做嚟想到一個後生人吼，去到當地咯，係像漢語班應該就係做嘅啦，吼，你唔會講你係做其他嘅事情嘅，吼，一下係像佢也小面來講，係佢嘅自家本身對農業嘅想法，真係佢咩當上愛高安樣嘅嘢嚟啦，吼，唔講佢自家本身吼，嘅下做係轉到苗栗高後嘛，吼，啊像開始耕種以後。第一擺做出成果、種出東西的時間，應該嘅心情都冇同樣，都超開心的。然後那個時候應該是
最高兴的是看到西瓜长大吧。你可以把一种西瓜哦。对啊，因为就觉得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去种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看到西瓜就冒出来了，然后变大了，然后我想说它应该不会像外面那种西瓜这样打开来就是很红很甜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夏天嘛，然后真的它长大之后，你把它剖开来吃，西瓜剖开来的时间就是很热，然后当场吃的时候，这真的是甜的。然后你就觉得哇，也走得种出去暗红色的西瓜。对啊，就觉得还蛮高兴的，然后就会就是跟朋友分享，然后带回去给妈妈妹妹吃啊什么的。他们也觉得哇，姐你也太厉害了吧，很强，对啊，怎么会这样就让你种出来了？莫名其妙，他们也觉得莫名其妙。是都像运动简单的用的哈。哎呀，他说是很简单吗？他们会问说是很简单种吗？还是很难这样子？对啊，是他们就会给我这样的一个问号。这样。用你吃都难啊，替100种出来难啊，简单。不容易，因为你还要拔草。然后我爸爸他很坚持用手工拔。哦，用手，就是你一定要连根拔起。所以那时候就是天天，我前2年就是在做拔草的工人。前2年，所以头2年的时间，也就2年的时间，每天都在拔草。对，每天都在拔草，然后拔到我爸爸后来觉得说，哦，差不多了，这会得嘞，开始种菜。对，他倒还不让你碰哦，这样子。哦，这成种西瓜先学绑草过一段时间，过后开始学种菜，对，菜晓种诶，这样做的。种无诶，对，哇，真是呢！吼，因讲亚下来讲，同的农民哦，其实都自家来种，自家来卖哦，算是后生的农民，其实基本嘅一种方式咧吼。因讲到亚下用路算起来咩，也个自信动多啊，有动多嘅朋友啊，所以讲其实想法穷用嘅，还係做得穷下来做也一件事情咧。还有呢道精彩内容，家下听哦，等我繼續來大家來講到，先聊下咯。好啦，你就到了节目嘅现场咯，吼，今天係拜二號是生產線，我哋做節目嘅我哋現場呢為大家來邀請到2屆後生嘅細阿妹吼，將細妹又來到下邊來大家分享幾道吼，來接觸農業嘅相關嘅經驗，然後像你經驗啥冇相用吼，聽到幾道嘅分享過後哦，應該有啲朋友哦，沒有也係相用嘅想法，還個相用嘅感通啦，也係像針對喺節目當中哦，夾哦。來啦，一年來打嘴鼓嘅哦，所以頭先你哦，應講到啦，老爸爸嘅香港老爸爸學做農嘛，替100種出來嘅西瓜，幾滿意，鄉下來食，就講冇講咁簡單係冇，真係冇咁簡單啦嗬。有時間嗬，其實就帶到一個問題咧，你嘅農產品種出來嘅時間，也一定重要係嘛嘅，就係你嘅也產銷，嗬，係愛生產過後，你愛用嚟去賣咯，也後生農民記得用嚟做嘅啊，還像一年你自己用嚟做嘅。其實我在種這些菜的時候，我比較沒有像人家會去種一些奇怪的蔬菜，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奇怪嘅哦，比如說可能我們比較少聽到的一些菜名，可能是它是從國外帶進來的，對，然後有一個觀念叫做不時不食，就是我們不吃冇愛食。堆食的東西，不時不吃吃當季的食物。對，那其實我覺得，因為現場看到的菜都是我現場看得到，從菜園裡面帶來的，全部周青係已經本人，對，現摘嘅，對，今天早上摘過來的。有呢條嘅菜留大家手機下佢哋，有高麗菜，然後有莴苣嗎？但是它是皺褶莴苣，然後還有直立 A 菜、直立莴苣這樣子，然後有菠菜跟甜 A 菜，這些都是這樣子。有條全部都係你自家種嘅，你種嘅唔會香港人講我眼中較少有嘅。對，因為我覺得台灣人喜歡吃的菜就是台灣人的菜，那你去弄一些外國人的菜回來，有些人會覺得說很稀奇，來吃個1-2次，但是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傳統的菜色，你反而比較能夠讓大家接受。對，那我在銷售的時候，我也沒有說很大量的種植，因為其實因為你種嘅量也下來講啊，產量冇安太，估數咧，對，也嘅外賣應該
因为产量少，所以其实我都是在网络上面做销售。古时候也係好人嘅賣產品嘅方式，都比較不一樣。以私從擺攤嘅嗬，對，係也係用美容路來賣，用美容路來賣，係看唔到實際嘅東西呢。係啊，但是我會拍照，我會拍照之後，你做得翕多動獎啊？對。可是其實我沒有去修圖或什麼，但是其實你在拍的時候啊，我有幫我的菜的，應該說我賣的方式，我幫他取了個名字，叫做輸送帶，蔬菜的蔬，帶，蔬菜的蔬，然後送東西的送禮物，然後袋子的袋，然後我輸送帶，然後取了一個比較可愛的名字，然後我希望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把它當成像一個禮物一樣，然後送到想要吃這些青菜的朋友手上，然後我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個不挑食的觀念，所以我在訂菜的時候，我是訂一個固定的價格，然後可能固定的價是地方都一隻推嘅地方，因為係禮物訂到咩哈，都希望講乜嘅樣式咧，乜嘅菜都有。盡量係嘛？對，然後盡量不要讓客人去挑菜色，因為有時候小孩子挑食是因為大人挑食。嘿，錯哦。對，大人不喜歡吃青椒、紅蘿蔔，所以小孩子就跟着不吃青椒、紅蘿蔔。那我就覺得，假設大人不挑食，小孩子就什麼都要跟着吃。錯啊。對啊，這樣就會營養均衡，然後也不會說有挑食的習慣產生。所以我會希望盡量大人不要挑食，小孩子就不挑食。所以建立這樣的觀念之後，來跟我買菜的客人，他們也都可以慢慢接受，說這個袋子打開來是一個驚喜，哇，裡面什麼菜都有。上來地方度，一下係數嘅多嘅菜啊，係呢度嘅種類，完全之前都唔啲哦，嗬。數到嘅下爭啲，也算係一種嘅用嘅講反而講驚喜啦，嗬。對啊。數到嘅下係爭啲。可能你會看到會說，有我的紅蘿蔔，我不吃誒怎麼辦？可是你還是要吃它。對，你要就是會打送哦。對啊，對啊，那麼辛苦種出來，也希望讓買這些菜的朋友們都知道說，這些蔬菜、這些食物得來不易，然後也是農夫們很辛苦種出來的。那希望大家收到這樣的一個菜、一個袋子，可以很認真的把它吃完，這樣子。好，講到廿味哦，可能大家會知道講，哇，透過美容路咯，嗬。冇看到實際嘅東西，其實來買哦，大家會知道有啲嘅風險咁樣嘅哦。唔過呢，真實咯，係講新鮮得嘅時節嗬，100買200買，但係已經買到話基本嘅哦，就全部係講到也係按期按品質按好嘅時節，應該都係會建議一種人講哦，透過美容路來買東西嘅消費習慣咧嗬。哦，也真係咧，也有留，所以講留賣菜嘅，或者透過美容路嘅來怎講行銷哦。見到有當去你哋嘅菜園來看，有來請料嗎？有，就是有朋友就是特地跑來菜園找我玩這樣子，然後他帶了他的小孩子來。所以我也讓小孩子在當天體驗了拔蘿蔔這件事，對，然後他也會覺得說，他就是我們會唱拔蘿蔔的歌嘛，然後他就真的就是自己小小的，大概4、5歲吧，就自己就拔了那個蘿蔔，然後他也很高興。還有就是甘蔗，就是也自己就是我們就是甘蔗，對，我們有就冇按腳，他就拖着走啊，還是因為力量來的，對，就是好玩，他就是來農場就我們的菜園玩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就是這種互動是我覺得很棒的。哦，古時候都係見到雖然講老年賣菜嗬，不過見到上愛來到廿味嗬，來看呢時節就透過美容路老年就連到。對啊，應該咩都透過有方式嗬，都認識除咗農民以外嘅好朋友誒。對，然後大家就是會透過網絡聊天，然後聯絡，甚至有時候他會打電話問你說，今天有什麼菜啊？我就說，有什麼菜，我幫你配好不好？他就說，哦，好啊，然後就做了這樣一個好朋友的事情，這樣。古時候也都係美容路行銷啦，喺嗌喺消費者來講，嗌都唔是去上路見嗌，唔是去明講嗌上來見本應嗌去做嘛計，去食嘛計，要東西多味嘅時間，應該真係看嗌我用嘅去料理佢嗬，又係另外一種嘅習慣，係講另外一種嘅食器嘅。學講到廿味也除咗美容路以外啊，嗬，IDN 小米呢，你目前是在春市集哈，超好，作為嘅總案經理哦，就係幾項事哦，一就係市集，因為透過美容路係一直當好嘅行銷方式嗬。唔過呢，係想還係愛透過一個市集嘅去推廣不一樣的這個課程。哦，阿勇，你給他籌劃的時候，你們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籌劃？在去年的12月8號就是第一次舉辦。
去年的12月12月，对，12月8号。那时候就是其实大家都在思考说，我们除了抗争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真是嘞，唔免讲啊吼，你抢来抗争就有番好势咯，你去改身份要顾好来，错冇？然后就发现说，我们其实很多自救会，他们都是从事农业，或是我做都苗栗也特别嘅自救会，大体都系港中嘅农民较多嘅，不同的团体都是农民，对，有像是旗鼎的，家当特生，你刚刚说到你帮他们，对，有帮忙的啊。然后大埔其实他们那边也有很多农地，对。那在院里啊，或是华龙，他们不只是农民，然后有些人是就是手工的，手作来，这个是手上我们这边这个寿春仔的。嘿，养啊有这个一点好吃，对，嘿，也做嘿，你给做嘿马赛谁的？这也是你们的产品嘛，哈，也是农民自己做的。他是自救会，大埔自救会的一位张药房的那个太太叫秀春姐，她就是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天气冷，然后天时寒，讲怕你的会冷到，对，她看抗争学生会冷，然后就做了姜糖药，也有一份爱心都地在度，嘿。就是有这个诞生，那我们就想说，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这些农民推广他们的农产品或是姜糖这样子，那就想到要办一个在地的市集，在地的市集鼓手呢就慢慢的你们就这样子，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当然我们筹划要有一段时间嘛，你们那时候选择的这个地点。你说为什么在头份的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其实主要活动地区是北苗，北苗在北苗头份，然后竹南这一带，最远是到后龙。那我们想说，就是在头份那边靠近新竹，对，那边也是有很多竹科工程师的。住在附近，那边也是算是最近苗栗近年来比较有人口发展的一个地方。对，那我们除了要协助这些自救会，他们一些运作上比较也算是推广这样，那也同时也是就是让大家更了解有机农产，或是一些因为大家很担心食安的问题嘛。那这个时候你们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们把这么好的产品介绍给消费者以外，我想消费者有时候或者是农民我们可能大家都要成长。那这时候你们有没有特别再安排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有，我们是安排座谈，有一个是叫我们叫村村开讲，然后一个叫村村讲古。那村村开讲部分是我们会邀请，就是其他的讲师，然后跟我们聊一些，像之前想要找张武龙老师来讨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村村市集的摆摊的那个情形。好，那个地方就是建国花市。那我们的那个你说在市集里面你们邀请到的就是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对，有。不一定是种农业的，或是有些是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就是邀请很多人，然后大家来讲100种在农村的生活，100种在农村的生活。对，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验分享。对，然后希望就是因为村的概念就是互动，一般传统村落大家就是邻居啊，就是喜欢聊天这样，那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很多不同的想法在这边交流。那所以另外还有个是村村讲古，那他就是邀请各个摊主，然后他们自己为什么会来种菜，或是他们做豆腐的一些心路历程这样子。哇，就是他菜怎么种出来的，为什么要种，还有可能你的产品是怎么去做出来，整个过程就跟消费者分享，或者是跟其他现场
这么多的农民分享哈，很讲到一个乡亲朋友哈，呀，头先手机到一个分享，真是係一件能夠同歡喜嘅事情哈。做得來認識菜地嘅，應講到風土民情啦，吼，咩做得來談到哦，亦都見到嘅經驗上來係用嘅哦，後生人哦，見到愛做嘅事情很多，上來還有呢度嘅人家下陣個繼續來講到。小朋友，天空高後轉到福氣來節目嘅現場咯，今邊係8月號農事10號呢個，應該好事成實現啦嗬，應該到來同大家來小解到嘅何時係見比較後生人哦，見到呢個應該耕種嘅部分有乜嘅樣嘅想法，唔一定請講同單純嘅耕種田能咯嗬，除了呢個耕種以外，按用上去做一個行銷，行銷以外呢，按用上同呢個較新嘅觀念，韓國呢個。較好嘅，對一個講環境啊，一講對人體各方面做下好嘅，嚟到新嘅資訊來提供俾消費者，也係嚟到農民哦，真正做嘅事情多呢，也需要嘅人力講真嘅唔係少哦。當然呢，我想轉到啲節目當中，繼續來請小敏嚟同大家講下，頭先你有提到嘅部分啦，就係你啲春市集啲擺度啊，有一道嘅那種講座的這個課程啦，可能農民跟農民有一些分享的部分，還有一個講古的，那你是不是也跟大家講一下最近的活動？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哈，他們可能假日有時間，或者是在這個時間也可以去參與。好，那我們最近一次的話是就是在這個禮拜六，就是19號，我們下午在竹南咖啡要第一次試辦100，對，有冇100？之前都在投份。之前喺都投份也個素材，禮拜天100都竹南咖啡也為了拍，對，那我們這次是從下午1點開始到6點，那就是我們特別邀請了吳子玉老師來咖啡，對，他來跟我們講什麼是公平貿易的概念，那還有一個就是他可能會現場做咖啡給大家喝。來教大家用嘅煮咖啡，用嘅來看下嘅咖啡豆佢嘅品質啦，各方面啦嗬，因為品質好同重要嘛嗬，你按用嘅去分嗬。還有再過來咧，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有個伙伴是川龍豆腐坊。哇，做豆腐，觀眾朋友係講要特色看你嘅節目，應該睇沒有手機個川龍豆腐坊，它是就是真的是手工豆腐，那很特別的是，它堅持選用台灣的黃豆，錯哦，對，然後台灣的鹽滷，對，它是自己去海邊去尋找很優質的鹽滷，這樣。對，幾乎嘛，我們想可以知道的就是剛提到的公平貿易哈。那當然這些公平貿易的一個這個內容是什麼，還有一些觀念要可能跟大家做一個分享。接着就是剛剛說到的這個豆腐，真的全部都是在地的，在地的農產品我們做出來的。這個有一個部分就是漢無給人講嘅乜嘅，沒基因改良的啦，哈，有部分係有啦，對，基因改良，而家係真是係上唔到咩唔到，係錯，唔係基因改良嘅日食會啦，我哋劉太教嚟講到咧，哈，好，再個接下來咧，哈，你都還有一隻叫做學堂嘅課程係嗎？對，它是叫做小農共學堂，然後就是希望有那種農民跟農民之間的那種共學的概念。所以其實這個還沒有開始。農民，然後農民，所以也下可能當中嘅人當中唔關係，係認識下太呀，係講後生農民，大家有一隻場所，本向下來學習。對，然後他有可能是已經是耕種一段時間的前輩，但是他已經做得非常的好，有完整的一個結構在。像其實因為還沒有開始，所以其實也是個預告。也下蠻開始咯，頭先係要坦別整來嗬，係講要興趣咩都得來參加。對，然後我們也是會在竹南咖啡舉辦。同樣係竹南咖啡入面。那5月份的話是預告是我們很有名的在宜蘭，它也是一個200甲這下面的小間蔬菜的一個彭顯惠老師會來跟我們討論這樣。
样子。那他们在宜兰做有机农业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也希望也会在6月的时候邀请到赖青松赖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就是他也是在宜兰，对，也是在宜兰，然后教我们如何去推行他的理念，他的一个想法这样子，也希望他可以跟他面对面的深聊这样子。对，讲有问题啊，哈，都现场你就做得直接谈直接来问题的，所以一直同好嘅交流老互动。对。哦，这样嘅也按照嘛好堂。小农共学堂，小农共学堂，都苗栗的竹南咖啡这样。做喺5月份會開始。對，5月份開始。5月份會開始，嗰個大概2集嘅發通全部都啲投竹南咖啡，愛用講錯啦哈。愛講鄉親朋友，那如果說可能現在我們觀眾聽了之後，你覺得不是那麼清楚地點什麼在哪裡，那你們相關的訊息大概會在讯息怎么得知你们相关的一些活动讯息？目前都是在那个 Facebook 上有粉丝专页，那就是春春市集也有，竹南咖啡也有，那还有个就是捍卫苗栗青年联盟，就是它都会随时都会有我们的相关讯息在上面。相关讯息会 po 在脸书上哦，春春市集，捍卫苗栗青年联盟，还有呢竹南咖啡。大概就是这些相关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应该都有相关的连结，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比较就是可能在竹南咖啡，我去到这里，我应该也就可以看得到，会有一些那个相关的内容嘛，什么时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贴在那里的一个公告啦，哈。好，也就喺講到鄉親朋友喺講，知道講啊，吼，也係你講嘅啊，有興趣想愛進一步去了解嘅事情啊，就透過一個網絡啦，吼，你做得來啲都按到嘅一個消息啦，吼，好講到也味啊，耳朵啊，吼，出題，你講到按用嘅一隻概念啦，吼，真實係懂好，吼，你做得老也按好嘅概念傳出去，俾大家來啲啊，高雄大家都向下來做，哦，一時間出題，你都按用引起推動人嘅工作之外哦。聽錯我有一隻人講嘅另外嘅一隻方式嘛，因為方式像一種兩種，像嘅效果冇聽錯按好，都像你大概當到嘅產品，我宣傳嘅時間，所有嘅電視媒體全部就會放鬆啊，哈，除了媒體啊、網絡啦、哈、平面的呀，哈，也都全部都有，你得嘞。還有其他嘅嗎？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刊物，我們也其實我們從3月份開始就已經在籌備了，然後一直到4月，3月我們就在籌備，只是很不幸呢，我遇到了318的事情，就是對，在台北就是反服貿的事情，所以其實因為我們捍衛苗栗青年聯盟也非常的支持這樣一個活動，所以我們刊物的事情其實一直都到4月份就停下來的，對，就停下，但是到現在也是一直都在進行，其實大家都是非常的。認真的在做在地文化的一個推廣。那我們這個雜誌叫做尋莊，尋找的尋，尋莊，係，呀尋莊啊吼，其實你也真樣嘅吼，迄個藝也哈談起來吼，啊要知道吼，意思冇咁簡單，對，吼，尤其你要推廣一個觀念，遇到上班嘅時間，主題性聽從要懂明確，對，好，也代表乜個意思？它有點取自於林生祥老師在有一首歌叫《我莊》，對，我莊。然後他其實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莊，就是莊頭，對，然後去發掘說這個莊頭裡面它有什麼樣的小故事、小地方，甚至說什麼樣的風景是我們就是未曾去發掘到的。對，那也這個雜誌也不像一般的那種旅遊雜誌一樣，要推廣一個大的東西，因為其實很多大的東西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對，那我們希望可以就是發現大家不是發現過嘅細細嘅素材，不過有素材可能做得本一感通，對，可以打到你的心裡面那種感覺，甚至可以反思到說，可能我今天把這個雜誌送到台北來給你們看的時候，你會發現說，其實我住在這個台北的某個地方的一個里。我也可以做離地波度哦，咩咩有安用嘅故事。對對對，你們甚至可以想說，我其實零三咩可能有哦。對，然後你也可以借由這樣的刊物反思到，說你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把你們這邊的故事傳達到別的地方去。那整個台灣就會，你就覺得開始會越來越接觸，越來越靠近。不會說。只是做自己，大家嘅事嘛，吼，就做得透過安用嘅方式來強調嘅，吼，唔係講大家一離一遠嘅。對，就是不要有那種距離感，然後希望就是說，也不要把那種很大的那種東西擺在你眼前，因為有時候這麼大的東西，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你感觉也都没有了。对，那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的故事再深化，再把它内涵再放在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更了解苗栗到底是什么。就係總頭度嘅故事，對，透過也嘅看本，你都大家共下落去潛嘅，對，好安用講錯嘛？對，沒錯，就大家共下落去潛。不過有時間做我哋考試咧啊，好安用，唔做講到有感動人嘅故事，有時間我去潛做我有方式嘅咩？對啊，比如我去到客家莊，有時間我都講。合法一定重要咧，係啊，用嘅時合法很重要，怎麼辦呢？你都都係用嚟去潛故事，韓國用嚟去潛一條部分，因為英國人都有分工咩？對，有分工。其實因為像我擔任的是執行主編的工作，那我會在每一期的，比如說可能封面故事上面，像比如說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也跟宗教有關係的。哦，一期嘅主題啦，宗教係有關係的。對，那它是媽祖。那其實我們也不是應講到3月啦，哈，跳到3月都養媽祖的時間。可是也不是說東西一定放在媽祖文化上面、祭祀文化上面，不是，它是跟祭祀權有關係。所以有可能像小敏，她就會去採訪說，跟媽祖什麼東西有關係呢？可能是海洋。對，那她就會去採訪漁民，或者說採訪漁村這個概念。那其實，是不是客家話？要很通也不一定，可能它是閩南紅羅種嘅時間，紅羅花做愛圖。對，和客家閩南語就可以了，這樣子。對，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是，我覺得，語言上面當然是我們必須要去克服的，也是當然要潛大概猜題嘅嘛，哦，猜題嘅人去，留一條故事嘛，哦，留佢最去問出來，對，有問得出來嘅時間，這樣都得寫到文章。對，所以其實我也是有告訴他們說，如果可以的話，自己女生去採訪，也可以找當地里長陪同。對，其實里長這個概念有點像我們客家人的伯公，對啊，就是他也有那個義務，就那個責任要。然後你做盤皮的，你用下去。對，要帶着我們這樣一個小記者去做一個採訪的工作，這樣子。那如果有借由里長伯的協助，我覺得這樣一個社區的一個推廣，我覺得會更順利。真是咧，吼，古早也時節啦，吼，應講到開頭啊，吼，留嘅應講各批嘅，吼，應講一張聯絡來講，吼，那個網絡都一定重要咧哦。那個網絡就會建立起來了，所以我就透過這個刊物，可以把苗栗整個連接起來，這樣子。係，對。好，今日談睇見到兩仔分享啊，先講到呢，做乜有一個熱情啊、感通啦，唔過講真實咧，吼，一樣嘅當到嘅事情，有勇氣去做啊，吼，色彩本人係當幸福啦，唔過當然係搶。唔敢去做嘅啦，吼！阿想今本日來是都呀咯，都什麼了啥？子噻，好來了，謝謝。是也當然都呀，先來聊下，聽聽運動先生，叫下來，好運動什麼大家？